係一個山嶺搜救嘅 call out 嚟嘅。咁係一個75歲嘅男子，西貢大灘嘅位置咧，報稱頭暈。飛行服務隊啟德基地呢度咧，飛去呢個西貢大灘咧，大概5分鐘左右。我而家就要出動啦。我哋嘅理念係將個急症室搬去個傷者側邊，傷者受傷就危難嘅時候咧，可以有一個安心嘅作用。想幫人，用自己嘅能力去幫人係重要嘅。我叫林家賜，係一個麻醉科醫生，加入咗飛行服務隊已經有20年啦。我係2005年加入飛行服務隊嘅，咁嗰陣時咧，啱啱自己係完成咗呢個專科訓練啦，有啲空閒嘅時間，想揾啲義務嘅工作。咁啱得咁巧嗰陣時，有同事就話俾我聽，飛行服務隊係招請一批新嘅飛行醫生，由細到大好多，好似同其他男仔一樣咧，對飛機有一個特別嘅興趣，有個特別嘅情意結啦。加上呢一個服務係香港獨一無二啦，好彩被取錄咗啦，咁就一做就做到而家啦。我哋主要其實有2種嘅，做山嶺搜救，一種係醫護嘅運送離島，例如長洲、南丫島運送出去市區嘅醫院。喺機艙為一個病人做治療咧，同喺個醫院嘅病房裏面咧，都幾大分別嘅。機艙嘅環境係狹窄啦，通常都有櫃喺度嚟做啦。咁再加上飛機天上面飛，始終冇穩定。如果佢氣流嘅時候咧，有可能出現一顛簸嘅情況。所以一個簡單任務咧，喺飛機上面嚟講咧，比較難度高翻少少咯。香港實在太細，喺出事現場到醫院期間，可能只係嗰10至15分鐘左右，要做一啲係最重要嘅，一定要處理咗先嘅。咁我就會好快到達醫院，咁就將個病人交俾急症室嘅同事啦。會係最難忘嘅一次咧，就係幾年前喺西貢一個水上意外嚟嘅。咁嗰一次就係一個潛水員潛完水啦，佢開始上水嘅時候咧，就俾一架快艇撞到。咁上去直升機嘅時候咧，第一眼望落去咧，就嗰個傷者比較面色比較蒼白啦，神志有啲唔係好清醒，失咗血唔少噶啦。咁之後聽翻咧，嗰陣時個傷者咧就係直接送咗去佢手術室裏面進行一個緊急嘅手術。手術完之後就送咗去深切治療部住咗幾日，大概2個禮拜之後，我就收到一個電話，一個由消防處揾我嘅電話，佢就話原來嗰日受傷個潛水員咧係一名消防員嚟嘅，咁佢就想親身當面同我講聲多謝。佢就話嗰陣當時比較模糊，個人比較攰，佢唯一比較印象深刻少少嘅咧，一隻比較暖嘅手係捉住佢嘅手，咁呢個動作咧就令到佢感到有啲安心。對我嚟講都幾大衝擊嘅，一啲好細微嘅動作咧，都可以令到個傷者比較舒服、安心咯。呢個係其中一個繼續喺度服務嘅原因咯。出任務要所需嘅物品咧，第一就係自己個人保護物品啦，救生衣啦，同埋一個頭盔啦。咁呢個係我哋嘅急救袋啦，每次出動都會帶佢喺身嘅，裏邊有好多需要嘅藥物。另外一邊咧就係一啲我哋平時注射嘅生理鹽水啦，呢度望一望呢度咧就係一啲插喉嘅工具，我哋嘅喉鏡啦，呢啲就係我哋幫助插喉暢通氣道嘅工具啦。咁呢啲就係我哋平時所帶出嘅急救工具啦。咁呢啲 set 我哋 standard，我哋每一日翻工都會 check 呢個袋嘅會。真正量度就冇，應該10至12 kg 啦，我估計係，因為始終係最基本嘅設備，我哋一定要帶到病人嘅身邊嘅。希望可以做到有20年，做滿20年啦，一個好似比較完整完美嘅結局啦，會係。咁心裏邊有啲開心嘅，可以完成到20年嘅工作。首先要多謝飛行服務隊啦，佢提供嘅平台可以用我嘅知識、用我嘅技能去服務社會啦。咁第二就要多謝啲機組人員啦，機師啊、空勤主任啊。你話我有冇驚慌嘅情況？我真係咁多年都冇乜驚嘅感覺，因為坐得上個飛機度咧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，我絕對信任
機師啦同埋空勤主任嘅表現過，覺得有200%嘅信心添。第三就係多謝啲受拯救嘅傷者，用得到我嘅知識，豐富我幾十年嘅醫學嘅生涯咯。最後尾最重要嘅就係多謝屋企人，尤其是我太太，因為咧我開頭返飛行服務隊嘅時候咧，都係返禮拜日多嘅。咁嗰陣時兩個小朋友都比較細，咁佢一個對兩個嘅情況之下咧，所以我就十分之多謝佢啦，會係。工作嘅回報唔係淨係指金錢上面嘅回報，可以有好多種嘅。例如做完個搜救做完服務，當我哋帶到病人去醫院啊，或者去停機坪嘅時候，佢一聲嘅多謝，一個笑容，甚至一個手勢，咁呢樣嘢都會令到我會開心咯。咁開心就會繼續做落去啦。同埋最後尾一樣嘢就係我哋有一個特別嘅回報嘅，就係當你做完晒所有嘅任務之後，飛機飛過香港嘅時候，你有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喺高空望翻來香港一個美麗嘅景色。呢個回報唔係錢可以買得到嘅。院前嘅服務喺香港嚟講咧，我諗係最先同埋最多都係飛行服務隊嚟嘅。呢個係好珍惜、值得珍惜嘅機會嚟嘅。心情就都有少少唔捨得嘅，用自己嘅能力去幫人係重要嘅啦，會。